諗第一日當然係不能夠接受啦。其實佢當一刻嘅心情其實唔係單單見到冇咗家園，呢個已經係非常之小事嘅一個枝節嚟㗎啦，冇咗屋企。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佢亦都係大家係冇咗個屋企，而個屋企真係可能我哋冇咗個家庭成員。大埔宏福苑早前發生5級火，相信呢幾張相大家都唔陌生。佢係一個71歲姓黃嘅伯伯，當時佢喺火場外痛哭流涕，皆因愛妻仍然被困喺單位內。據路透社報道，黃伯同太太平時輪流接孫女放學，喺事發當日，由黃伯出門接孫女，知道宏福苑起火，未趕得切接翻個孫，就即刻趕翻去，但成座大廈已經陷入火海。黃伯嘅仔仔接受採訪，透露起火之後，媽媽同爸爸曾經有1分鐘嘅通話，之後就冇晒音訊，目前仍然係失蹤嘅狀態。佢亦話爸爸退休前係維修工程判頭，持有註冊水電牌照，一開始就認為宏福苑嘅外牆維修有安全隱患，自己拆走咗單位窗外嘅發泡膠板，轉為防火膠板，亦都定期向外牆棚網淋水降溫。佢知道其實佢過去呢幾年，佢由個大廈維修呢件事去討論開始，去到今日，其實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去困擾住佢。呢個情緒嘅累積唔係並一時係單1-2日而即係淨係呢個事件而成，而係咁多年以嚟，佢面對即係佢知道有呢個可能有呢個危機，但係佢可能去到最後，佢無論做啲乜嘢，佢都改變唔到。佢透露爸爸至今心情仍然未能平復，但睇得出佢正係努力嘗試從呢宗慘劇中行出嚟。For sure, every time when we talk about mom, he would just cry quite badly, I would say. But it takes time. It takes time. I know he's trying very hard to adopt the new situation, the new environment, etc. As a 70s old man. 呢個同我講，我話睇唔到路，翻唔到屋企，跟住個電話就已經噼里啪啦冇晒聲。跟住之後我就一直都聯絡唔到佢。呢一次就係葉生同太太最後一次通話。葉生同太太住喺宏泰閣17樓，大火當日差唔多3點，太太突然同佢講好似有火燭。佢喺窗口見到宏昌閣嗰邊着火，因為個仔住喺嗰座，所以葉生先落樓睇下。即係嗰陣時好多火舌周圍飛，嗰時已經有警察嚟趕我哋走，唔准我翻入去大廈入面。跟住我打俾我太太，我叫佢走。我電話度我就隱約聽到佢喺度嗌話走啦走啦咁，跟住我就收線，因為警察已經趕我走啦。隔咗冇耐，再打俾太太，想知佢走咗未？唔係，我嗰時我見到啲火已經燒到去宏泰閣個大門口，我話死火啦！呢次落到嚟都出唔到門口啦。我話你不如翻屋企先啦咁。呢個同我講，我話睇唔到路，翻唔到屋企。跟住個電話就已經噼里啪啦冇晒聲。隔咗4日，終於收到警方通知，喺屋企入邊揾到佢太太嘅遺體。同佢哋住同一層嘅街坊聽到都覺得好惋惜，仲向葉生講咗個葉太捨己救人嘅故事。佢話當時我太太係拍佢門，叫佢抱埋隻狗走，再拍埋去隔離屋咁。然之後我新抱問佢：
我太太最後個位置喺邊度？佢話淨係見到佢行翻過去 lift 嗰邊。我好間接咁先知道，原來佢喺接咗我電話之後，佢唔係即刻走，佢真係拍唔叫人走。走得切嘅街坊雖然慶幸自己死裏逃生，但心入邊其實都唔係好好受。因為另外嗰個街坊佢係嗰度嘅租客嚟嘅，咁佢通過佢個業主同我仔講，佢哋成家人都崩潰。佢話點解佢哋走嗰陣唔見埋我太太一齊走，由得佢留喺度上邊嗰度。我哋同佢講，呢個就係我老婆嘅性格，佢覺得佢要做嘅嘢就要做。葉生將呢個故事放咗上大埔居民嘅社交平台群組，有過萬人回響。葉生喺貼文寫話，相信太太當時嘅決定係無悔㗎。我個仔同我講，如果解封入到去，所有屬於佢阿媽嘅嘢，佢全部要攞。同太太結咗婚40幾年，葉生喺貼文下嘅呢幾句留言，可能最能夠代表到佢呢刻嘅心情。雲福苑5級大火，本台收到獨家消息，曾經接受過訪問嘅馮太再次親自聯絡我哋。我係雲福苑宏建閣 D 座嘅住客，業主嚟嘅。喺馮太提供嘅影片入邊，唔單止還原咗當日大火發生之後短短嘅20幾分鐘喺宏建閣嘅走廊發生咗乜嘢事，當中牽涉到火警鐘點拍都唔響，消防喉開唔到水，同埋街坊鄰里喺大火嘅嗰一刻依然想通知其他人逃生嘅片段。由於拍攝位置係馮女士屋企嘅大門口，為咗保護當事人同埋拍攝對象，本台會喺容貌上面作模糊處理，但係保證馮太授權本台播放嘅獨家片段完全不經刪改同剪接，完完整整咁播出。第一段片段請大家留意 CCTV 影片抬頭嘅日期同埋時間，2025年11月26日，時間係下晝3點15分左右。距離第一座起火嘅雲昌閣起火時間係下晝2點51分，而且燒咗超過20多分鐘。影片中嘅63女士喺雲建閣嘅走廊嘗試撳門鐘，睇下可唔可以通知到其他住戶去避難，但係冇人回應。喺呢個時候，雲福苑大火已經升為3級，雲建閣同雲昌閣亦只有1棟樓嘅距離，隨時會被波及。第二段片段時間係下晝3點18分左右，63女士同另外一位男街坊喺走廊度嘗試準備定消防喉，由於唔清楚正式嘅做法，只好同心合力先將消防喉拉出嚟，然後睇下可以點做。好明顯，兩位街坊已經知道外面發生大火，但係冇選擇離開現場，而係克服恐懼，搏命諗緊有啲乜嘢可以做到，有冇辦法可以幫手阻止火勢。第三條影片時間嚟到下晝3點21分，63女士同埋男街坊依然嘗試打開消防喉。男街坊講咗呢一句說話，男街坊決定揾其他方法。63女士成個人捐咗入去消防裝置入邊，諗盡辦法打開個消防喉。喺大多數符合香港消防條例嘅樓宇入邊，即使係警鐘掣壞咗，通常仲可以啟動防火喉嚟滅火，但係兩位街坊就係打唔開。直至第4段影片，時間係下晝3點23分，一位身穿黑衫嘅男街坊經由防煙門嚟到呢一個樓層，成功用手上面嘅電筒打爛咗火警鐘嘅玻璃，但係點撳都冇反應，現場依然係聽唔到任何警鐘聲。喺黑衫嘅男街坊離開咗之後，時間嚟到下晝3點半，雲福苑火警即將升為4級，63女士再度折返，多次撳馮太屋企嘅門鐘，明顯態度有啲緊張同埋焦急。直至馮太屋企冇人回應，63女士再一次走向消防喉，
希望盡最後一分力，睇下有冇辦法將佢打開。本台收到嘅獨家片段已經全部播放完畢。3點半之後，雲福苑發生咗更加可怕嘅事，火勢完全失控。我哋唔知道63女士同埋2位男街坊最後有冇成功逃生，喺度只能祝願佢哋平安。但係呢幾段加埋短短幾分鐘嘅片段，已經係最有力嘅鐵證。喺災難面前，有人選擇逃生，亦都有人留低幫手。呢幾位街坊手上面根本冇任何專業嘅裝備，面對住失靈嘅防火系統，展現出人性最光輝嘅一面。63女士最後嗰個焦急嘅背影，雖然無助，但係體現咗大難當前街坊鄰里之間嘅人情味。即係咁大件事先令到而家咁多人死傷啊！唔好再有人好似我哋呢條村啲人咁樣去受苦受啦。馮太提供呢一條片，除咗係想還原真相，更加係想話俾大家知，即使喺最黑暗嘅走廊，香港人依然會守望相助。關於雲福苑大火更多嘅內幕，請繼續留意本台嘅跟進報導。我都用晒畢生嘅積蓄去買呢層樓，咁我都咁辛苦成日樓供完啦，依家跟住又要俾維修費，維修費嗰度我又俾咗18萬啦，差唔多。我已經冇晒錢，同埋我個單親嘅媽媽嚟嘅，大佬我已經冇晒錢，你依家燒壞我間屋，我可以做得啲乜嘢啊？你留一個等爸爸，留一個喺度等。我留啊，驚爸。好難過咯，好唔舒服咯。瞓唔到啦，不過我有嗰啲鎮定神經啲藥，我就可以瞓到2-3個鐘。即係我哋一諗起間屋望到黑蒙蒙咁，就感覺得開心，就係自己唔喺入邊咯。但我見到啲街坊好多都喺度，就開心咯。其他嘅咩都唔想諗，我諗住間屋咩都冇啦啩咁。如果真係嗰個承建商嗰個責任咧，其實自己係咩心情？其實又可以點啊？即係如果你話有死刑咁樣處決咗佢，又可以補償到啲咩？即係我哋叫做兩母子都係平安啦。咁你有其他失聯咗或者已經係過咗身嗰啲，咁我殺晒佢哋都冇意義啦。我唔知係咪叫接觸死亡嘅恐懼啦。總之係，哇！飆晒眼水，然後個呼吸好困難，然後你又乜都睇唔到。佢兩個一定係死硬啦。如果唔夠佢死硬，我覺得我冇資格去喺呢個咁沉重嘅事件嗰度話我係英雄。我唔係嘅。當時光倒流還原到嘅，梗係好啦。雲福苑係好多人嘅屋企嚟噶嘛，無論係大埔人又好，雲福人又好啦，加油咯！一場無情火奪去雲福苑過百條生命。大火當日迅速蔓延，藏喺濃煙入邊嘅居民係點樣逃生嘅呢？我哋訪問逃過一劫嘅宏昌閣住戶阿 Will， 佢親身剖白被大火包圍嗰2個半鐘力敵死神嘅經歷。喺事發時，阿 Will 喺屋企休息緊，之後接到太太來電，話發生火警。我仲好自由淡定去換衫，換完衫咪開門走咯。一開門嗰下，嗰個煙係哇衝兜口兜面衝入嚟，咁我個反應就係閂門，即刻閂門，
我走唔到喎，出邊好大煙喎，我一出去已經暈咁滯喎。跟住佢就開始癲啊，發癲喊，跟住我就我話得，我而家諗辦法，我轉頭打翻俾你。咁我就攞毛巾攞成去準備咯，跟住開洗手盆，開晒啲水，濕晒啲毛巾先。係，跟住其實下一步我都未諗到要做咩，淨係知道火警要揞鼻，係啦，或者要第一時間由走火通道走，係啦。咁點解開頭我冇意識到會咁勁咧？係因為我冇聽到警鐘，我屋企嘅時候未有濃煙入嚟，我亦都聽唔到有人嗌救命。因為其實我諗宏福苑嘅居民啦，呢段時間慣性係閂晒啲窗，因為大廈外牆維修好多碎石啊，好多烏煙瘴氣、沙塵滾滾嘅。咁正常居民都係閂晒啲窗。第二次咧，我就嘗試用手機開個電筒，但係開嗰下我發覺我好無助，因為完全係真係可以話伸手不見五指，個電筒係完全冇，我可以話冇用咯，個燈係冇用。咁我就摸住個牆一路嗌：喂，過嚟啊，過嚟啊！咁一路佢哋一路有聲，我一路有聲，就大家去用個聲去判斷大家喺邊度。咁我就捉到有人啦，就即刻扯後，咁我就即刻行翻褪翻幾步去擰轉身開門，就成功將佢哋捉，即係救晒翻屋企先。嗰對夫婦我救入嚟嘅時候，我就問佢哋點解你要出走廊咁危險啊？咁佢哋就話佢個窗係因為太高溫爆咗，啲火已經係搶入去。我都第一時間即係閂埋門，已經問佢哋仲有冇人喺出邊。咁佢女士就同我講話，另一個單位有個印尼姐姐曾經出過嚟嗌。咁我問嗌乜嘢？嗌婆婆婆婆。咁但係佢話後尾印尼姐姐冇咗聲，唔知佢係翻咗入屋定係走咗定係點樣。我有啲後悔冇揾過婆婆。希望佢冇事啊！我唔知係咪叫接觸死亡嘅恐懼啊。總之係哇飆晒眼水，然後我呼吸好困難。然後你又乜都睇唔到，佢兩個一定係死硬。如果唔夠佢死硬，嗰刻我就先識去諗啊！我係咪要死？我係咪過唔到啲鋪咧？咁我就開始拎手機去同啲屋企人去講。咁有同朋友講啦，就話我話如果我過唔到金鋪就幫我照顧屋企人啦。咁我就同媽咪講話 OK 啊，冇嘢喎。我話消防員救緊我噶啦，我話唔使擔心啦。咁我就嗱臨收線咁樣。咁但係其實係嗰刻係都唔想去擔心。當時我個分析就係我有兩個 option，第一就係跑逃生門。第二就係跳窗，咁但係原來個 Plan A 係唔可能噶啦。點解咧？就係我問咗鄰居，佢話宏福苑有兩個逃生門嘅，一個係穿去 lobby，一個係穿去後欄，我哋嘅後欄啦，即係出邊，即係嗰棟嘢嘅後門啦。根據佢哋所講，就後門其實長期都係鎖住嘅。三人被困喺屋入邊幾個鐘。睇住窗外燃燒緊嘅雜物，好似黑色雪花咁飄落，佢哋感到深深嘅無力感。原本以為會生離死別，直到挨晚6點，消防員升起雲梯靠近，阿 Will 先協助鄰居夫婦爬出窗外離開。我哋都揾到嗰對被阿 Will 協助拯救嘅鄰居周氏夫婦。周太同我哋講述被救嘅經過。我真係要好多謝啊李生嘅，我又話要佢先走，因為佢細佬仔老婆細佬仔細啊嘛，我話萬一有咩事，我哋兩個仔女大啦就唔緊要，我係叫佢走。李生咧就一定要我先走，我哋3個咧我就唔想浪費嗰啲時間，所以我就第一個
衝埋出去。你哋平台咧，我想多謝阿李生，就係嗰啲消防員啊、醫護人員啊，呢啲愛心人士啊、義工啊，香港真係大家一條聲。而喺協助周氏夫婦逃出生天之後，阿 Will 之後都被獲救送院。我有少少唔中意見到就係英雄啊，你救人好叻，我覺得我冇資格去喺呢個咁沉重嘅事件嗰度話我係英雄，我唔係英雄，唔係我。阿 Will 喺火場中同朋友嘅 WhatsApp 截圖喺社交平台瘋傳，網民係咁轉發，希望知道佢係咪獲救，又祝佢吉人天相。我見到上網有瘋傳到啲相啊，關於我噶啦，咁好多人都好好啊，咁佢哋有主動去關心我，好多網民去關心我啊，你要頂住啊，你要走啊，你要點樣，咁所以我覺得我係有必要去交代翻，咁我就喺醫院嗰度寫翻我個感受或者當時嗰個經過，咁但係我一路寫嘅時候係一路好冷靜咁去，眼淚係咁流，係咁寫，係咁流，好多感受喺入邊嘅。好多陌生人都好關心你。對於呢場大火，阿 Will 有好多問題想問。我第一個疑問就係點解警鐘唔響？如果警鐘響，其實會唔會好多人已經係可以逃出生天？因為其實好多返夜間或者成瞓緊覺唔知，你警鐘冇響嘅情況下，佢根本仲喺個夢入邊。第二就係大家都知道依家就係個物料問題啊嘛。咁發生咗事，大家先去研究啊嘛。其實未發生事嘅時候已經其實有出過聲噶啦。即係1年前東張西望都已經講過，好多居民已經係不停咁投訴。咁但係最後你個工程都係如常咁進行啊嘛。雖然大火已經被救熄，但係宏福苑一切已經物是人非。有啲好多年嘅街坊，可以話我細個就住喺嗰度，可以話由細識到大，咁係失聯。新聞係話佢哋已經係逐個單位去搜救過，咁意味住仲失聯嘅人去咗邊度咧？當時光倒流還原到嘅，梗係好啦。宏福苑係好多人嘅屋企嚟噶嘛，無論係大埔人又好，宏福人又好啦，加油咯！因為呢件事係我諗要身處過當中，先體會到嗰種凄慘、彷徨、恐懼。咁好慶幸我走得返出嚟，大埔人加油啦！Cornerstone is Christ alone.